上有很多国家整天讹诈我们，讹诈中国。那么台湾问题成了中国大陆这外交工作的一个很丢人、很肮脏的部分。因为世界上有181个国家现在承认大陆中国，这181个国家里面，我少说也有120个国家，都是欺负中国的。他怎么欺负？因为他们都是小国、穷国，他们就要求到中国来，1年一次、2年一次、3年一次，他们就要求见中国国家领导人。他们要求见面，其实啥事不为，他就为了跟你握个手，说我们坚决支持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，他就为了说这一句话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你休息了，他第二天这个外交部说，哎呀，我们很高兴你们接见我们，我要回国了，你给我多少亿人民币吧，就这样子。因为我们自己不要脸嘛，因为我们自己下贱嘛，我们自己72年又没有统一台湾。按说我们不统一的话，我们就说我们没本事，我们统一不了，我们不知道哪一辈子能统一。可是我们又要脸，我们非要叫181个国家天天在世界上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，这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。可是我们现在为了脸，明明不是我们一部分，我们非要叫人家说，那就给人家可乘之机了呀。人家就说你181个国家，你叫人家人人都说。我们说181个国家有60个国家要脸，至少120个国家，我们说人穷志短啊，他们是小国穷国呀。他们那这个放着钱不要白不要，他就1年2年3年来，他就非要让你见他一下，见完了他就问你要钱。我们每年是200到300亿人民币，每年200到300亿人民币就给这些小国穷国送。为啥送？人家喊了一句一个中国就给人家送。我们把祖宗8辈，把秦皇汉武以来祖先的人和子孙后代的人丢尽了呀，耻辱啊，下贱的，真是打肿脸充胖子，在这还要这个脸，是吧？就被人家讹诈嘛，在世界上把人丢尽了，然后为了买人家这句话打肿脸充胖子，每年给人家送200到300亿人民币。